亚威很多国立台湾戏剧学院，那做乜解爱拖大家来亚威了呢？因为啊，亚威係全台灣單槍兩間學校有京劇，還有歌仔戲，還有客家戲做戲人的演員訓練的學校。你有看到嗎？兩條有當場嘅什麼嘅手勢、頭勢，你看戲曲啊，做阿丹呢，做女人，係當場嘅什麼嘅，自己頭當啊就會帶按到嘅按將嘅頭勢啊。故說啊，有當到嘅些人啊，佢會來戲劇學校來做戲啊，就會佢看到台當有按將嘅什麼嘅頭拿哈，亮晶晶的，就是手勢啊、頭勢等等。哦，特別我老大家講嘅，就會亮。很多敲就會古代的三寸金蓮是現在好像在台灣是一個保存的一個古老的藝術啊。它綁上敲以後呢，要走路，女生哦還會翻跟斗啊，是一個很難的一個踩敲的藝術啊。兩位就會京劇的祖師爺，冇見就冇緣啊。故說大拜來，我就會留佢拜拜。朱陸豪，係因為做戲了後，來改變我人生。因為做戲老愛都主動帶到台北來學戲，故說我朱陸豪真有機會幫當到人生愛。